天氣方面來看，這氣象署是表示講，今仔日各地呢攏是好天燒咯，這高溫差不多在28到33度之間。另外，這拜三到拜五呢是有鋒面通過，施到這台灣北部甲東部是會落雨的。另外，這新竹區風颱呢，目前判斷是袂直接影響到台灣，也毋過拜四這北海岸東部也閣有恆春半島呢，這風影是會真大，所以提醒觀眾朋友去海邊啊活動，就要注意安全。拜一日頭赤夜夜，各地頭天氣燒熱。氣象署表示，各地高溫佇28度到33度左右，南部內陸晚山區溫度上懸會到36度。若台東嘛要注意有可能會透燒風。另外，氣象署針對台南、高雄、屏東甲台東4縣市發布36度以上高溫的威懾警報警示，提醒民眾要食啉水補充水分。今天各地白天高溫依然是相當炎熱。在西半部地區，高溫普遍有機會來到32、33度；而在東半部地區，高溫也有機會來到28到30度。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，在南部的內陸近山區，有機會出現局部36度左右的高溫。不過拜三開始個別變天啊，氣象署講，所落來有2陣鋒面小連續到位，頭一陣會佇拜三通過施到北部、東半部甲恆春半島會落地漸陣雨。若拜五第二陣鋒面到位，桃園以北甲東半部部分地區會落地漸陣雨，氣溫嘛變較涼。這個星期預計在禮拜三及禮拜五會各有一道微弱鋒面通過台灣。在這裡微弱鋒面通過的期間，北部、東半部地區降雨幾率會稍微增加一些，不過中南部地區仍然是維持比較炎熱穩定的天氣。另外，氣象署嘛講，雖然風颱新落去對台灣無直接的影響，不過拜四北海岸、東半部甲恆春半島可能有長影，提醒民眾沿海活動都要注意安全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